大家好，我係黃明威。咁我而家係立法會工業一嘅立法會議員。其實咧，我自己咧係一個新型工業家，咁亦都係一個創業家。其實工業總會咧，其實本身咧有33個組別。呢33個組別咧，其實涵蓋由做衫、做家私、做鞋，去到做創意工業。咁其實咧就等於一個香港嘅一個縮影咁樣。我已經係入到立法會咧，係可以令到工業係再重新再活起嚟，由香港製造變成香港自造。將香港嘅工業嘅一啲特色，將佢再重新活現出嚟，令到香港嘅工業係重新再變得輝煌，變到可以走出全世界，等到多啲人更加知道香港工業嘅質素同埋佢哋嘅特別嘅之處嘅。嚟緊4年，我會喺立法會入邊繼續推進香港新型工業化嘅發展藍圖，從土地、從資金同埋人才方面咧，繼續做好多唔同嘅功夫，培養更加多嘅人才，更加推進北都嘅發展同埋我哋政策嘅支援。希望我哋可以做到深港嘅產業共融，令到我哋香港工業重新再出發。每一次咧都有壓力嘅時候咧，我就會跑步。喺跑步中間咧，我會釋放到一啲能量出嚟，就係頂住上，加油！咁啊，令到我工作上面咧又會再更加好啲嘅。提到咧就係由香港嘅製造咧變成香港嘅自造咧，咁其實嘅具體係指啲乜嘢咧？咁其實你喺議會當中咧，你會點樣去推動相關嘅工作咧？入到議會之後咧，我哋都希望可以快啲去推行一個即係香港新型工業家嘅發展藍圖。香港咧亦都有好多我哋嘅專業嘅服務，包括咗我哋嘅質檢啦、我哋嘅法規啦，同埋我哋另外一啲嘅叫做消費人口啦。咁即係能夠消費嘅今晚可能相對地又會多啲。我哋可以通過一啲叫做中試平台，去將一啲咁樣嘅新嘅概念由香港嗰度可以實踐咗出嚟，將我哋香港嘅質量嘅一個嘅檢測咧走出海，亦都可以做一啲好嘅法規，去有一啲嘅調解，亦都可以做一啲嘅市場。呢啲喺香港咧係一個好獨特嘅優勢嚟嘅。香港呢個製造咧，其實係包含咗大灣區入邊啲好嘅元素，同埋香港獨特嘅一啲嘅優勢。咁就令到我哋除咗喺香港呢個 market 做得到之餘咧，我亦都可以喺大灣區度做一個嘅雙引擎，繼而我哋係可以走出海。咁喺香港嘅工業入邊咧，咁多年咧經歷過幾次轉型啦，由佢哋將個生產線搬翻去內地啦，再繼而再去做 ODM、OEM， 咁依家咧去到一個轉型嘅階段。香港嘅一個非常之好嘅優勢就係佢喺個供應鏈上面咧，其實非常之靈活彈性，而我哋政府咧亦都非常之配合我哋，俾我哋去好似東盟啊，或者係中東啊呢啲咁嘅新市場咧，我哋一路都開發緊。咁而加上我哋而家咧背靠祖國有一個極大嘅一個市場喺度，我哋嘅工業係打入去嘅話咧，其實係都非常之好。佢再將我哋香港再出發。